你去廁所有冇趕唔切而賴屎賴尿？有冇急住去廁所？日頭成日去廁所，或者夜晚起身多過一次去廁所？以上情況叫做失禁。好多人都經歷過失禁嘅問題，不過好消息係你可以處理呢啲問題。失禁係指尿液或糞便意外從膀胱或腸道排出。每4個身處澳洲嘅大人就有一個面對失禁問題，即係多過500萬人，無論年齡、性別或文化背景係咩，都會有機會面對失禁問題。不過好消息係你可以處理呢啲問題。失禁可能因為健康問題引起，例如前列腺疾病、哮喘、糖尿病、認知障礙，或生活大事，例如懷孕、分娩同更年期等。去見專業嘅醫護人員，接受治療同改善症狀管理，等自己可以繼續外出，享受生活中嘅唔同活動。即刻致電1800330066，聯絡澳洲失禁熱線，索取有關當地政府服務提供嘅免費意見及資料，等自己可以享受更優質嘅生活。